一顰一笑牽動人心。魏淑君出生喺台灣嘅魏淑君，存在喺唔少人嘅回憶中，而上網一查就發現佢嘅出生日期竟然有兩個截然唔同嘅記錄，一個話佢係1962年出生，一個係話佢係1967年出生。不過無妨嘅，咁係唔妨礙到佢出道時令人難忘嘅美。《陰陽錯》係魏淑君嘅代表作，亦係令佢瞬間打開知名度嘅一部電影。片中佢飾演女鬼張小瑜，同譚詠麟共譜一段凄美浪漫嘅人鬼戀，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包括我睇完呢部電影都驚嘆魏淑君真係超靚。而可能有人唔知道，呢部《陰陽錯》當年係俾仲未闖出名堂嘅張曼玉親自走到新藝城自薦，但後嚟電影公司都係覺得魏淑君出線，因為導演堅持要用魏淑君，認為佢先至係飾演張小瑜嘅不二之選。以《陰陽錯》走紅之後，魏淑君片約不斷，一部《鬼線人》又令到佢拎到香港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。可見除咗出色容貌之外，佢嘅演技都係不容忽視，先會得到如此咁大嘅肯定。之後佢又陸續咁演出咗幾部作品，其中《龍鳳智多星》令佢同張國榮成為好朋友，而《月光少年》又令佢拎到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。只可惜1998年後佢就逐漸淡出演藝圈，不過都仲有兩部電影對佢有唔少印象，包括《金玉滿堂》中飾演事業有成嘅女強人，同埋《郎吻夜驚魂》中佢飾演好惡嘅差婆。後來佢更改變作風，仲有更大尺度嘅演出，包括喺《劍奴》中露點，同埋《野店》中飾演被性虐待嘅角色，全裸嘅演出一度令觀眾震撼。2009年演出電視劇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之後，就再冇任何影視作品啦。講起嚟，其實魏淑君比王祖賢仲早進入香港影壇發展，但就喺90年代消失喺香港演藝圈，返到台灣發展，原因不明，可能係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生涯規劃，亦可能佢想試下換個地方睇下自己嘅能耐。不過最後佢都係選擇咗逐漸淡出，慢慢消失喺人們嘅視野之中。魏淑君本身可塑性極高，佢可以柔美動人，亦都可以靈動嬌俏，但係要演女強人亦難唔到佢。佢嘅眼神有戲，乜嘢角色應該用乜嘢眼神去演繹，佢自有一套方法，可以將含情脈脈或者古靈精怪嘅都演繹得相當出色。所以好多人都認為佢淡出演藝圈實在好可惜，否則一定可以睇到佢更多出色嘅演出。不過2022年佢一個驚喜現身，唔可以話滿足咗喜愛佢嘅影迷所有期待，不過總算係令到大家能夠見到佢最近期嘅樣。因為電影《獨立時代》喺金馬影展重新上映嘅關係，身為主演之一，佢特別出席放映會，保養得宜嘅身材令人驚嘆，而歲月喺佢面上留下嘅痕跡，亦帶動好多人嘅懷舊情懷，令人有一股伊人還在、風韻猶存之感。而喺放映會上，佢都侃侃而談，話佢並唔覺得拍完呢部戲好驕傲，只係盡咗本分做到最好，亦都好感謝黃慧明幫佢哋排戲。不過咁嘅説辭其實都係謙虛啦。獨立時代當年可以入圍第31屆金馬獎12項大獎，並斬獲3項大獎嘅優秀作品。而當年因為強敵環伺，佢無緣成為影后，輸咗俾演出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嘅陳沖。對佢而言，係唔係有一個遺憾就無從得知啦。不過喺佢同啲人相比唔算長嘅演藝生涯之中，佢都得到肯定同埋喜愛，肯定被佢珍藏喺心中，而相信嗰啲從未遺忘佢嘅人，亦都係一直將佢當年嘅一顰一笑流傳喺心入邊。
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訂閱，按小鈴鐺同埋分享，多謝支持。